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6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5篇，列王记下卷第3章第4节到20节，以弗所书第5章第6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光明的人。感谢兄姐对我们的关心跟带导。虽然还是会觉得疲累，然后呼吸还是要调整，可是整个情况是越来越好。吃了这个抗武汉肺炎的药之后，都有进步啊，谢谢。今天从光明的人这个主题，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先从乌俄战争开始谈起。最近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俄罗斯的女检察长，她的名字叫娜塔莉亚。她公开发表反战的言论，当然她毫不客气的就批评了苏俄罗斯的军队，是俄乌两国的悲剧跟哀痛。虽然如此，实际上他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他从乌克兰首府的基辅市担任这个检察官，他辞掉了，然后就搬到了俄国侵略占领的克里米亚岛，在那个地方当检察长，成为一个叛变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的人。虽然这一次他的做法对俄罗斯的批判得到了许多的掌声，但是也有人质疑他的忠诚度，认为他在他美丽亮眼的外表、令人称羡的职务以及他这次声量极高的对这个俄国的批评的下面，是否隐藏了某些黑暗面？这正是许多人现在在观察他的一个重点。甚至听说有一位乌克兰的富豪悬赏要活捉他。这样的事情其实也不止发生在他的身上，在这一次俄乌的战争当中，我们真的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俄国或是乌克兰的反叛分子间谍。在俄国，他们不是被自杀，就是在乌克兰被政府给逮捕。这些都是无法在阳光下生存的人。旧约圣经列王记下3章告诉我们类似的一个情形。摩押王米沙，他养了非常多的羊，他每一年都向以色列王进贡10万只小羊和10万只公绵羊的毛。以色列王亚哈死后，米沙就背叛以色列。其实这个背叛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事情，因为不忠诚。那忠诚是基督信仰里面对上帝一个基本的态度的要求，因为那一个是属光明的人所会做的事情。那一些背叛上帝的诸王，我们在列王记下所看到的，他们竟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却又回头来找上帝的先知、上帝的仆人。难怪以利沙要回应他们说：你们应该回去找
母亲以及那些神明偶像，因为这一些都是属于黑暗层面的人。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不要让任何人用空口白话欺骗你们，正是为了这些事，上帝的愤怒要临到悖逆的人身上。上帝的愤怒要临到悖逆的人身上，对于属上帝的人呢，则应该要活在光明当中。不但如此，还要远离这一些在黑暗中才会做的那一些事情。在上个主日礼拜的里面，洪永恩牧师提醒我们，他说是我们在影响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了呢？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但是切记，我们不应当被世界所拖着走。我们要成为光明的人，影响这个世界来归向上帝。可惜的是，大多的时候，我们受到世界的影响似乎是比较多的。我们看到我们许多人不但是没有办法用信仰的一个生活方式来处理社会事件，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或是信仰团体里面，很多用社会手段就是被运用到这个信仰团体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的劝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在初代教会里面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基督徒们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而影响了教会。保罗劝勉教会说，所以不要跟这些人来往。你们原是属黑暗的，可是自从成为主的信徒，你们就在光明中。你们的生活必须像光明的人，光明结出一切丰盛的果实，就是良善、正义和真理。要明辨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不可做别人在黑暗中所做的那一些无益的事，反而要把这些事揭发出来。他们暗地里所干的勾当，连提一提都觉得很可耻的。基督徒与恶的距离，不能再是一线之隔而已，应该要离得远远的，全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呢，暗在光的面前是没有立足之地。在光明中的人不应该打瞌睡。以前的人说他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意思运用到今天的主题来思想，是说大白天里面的人，在光明底下的人是不能够打瞌睡睡觉的，要勤奋的工作。另外有人说装睡的人叫不醒，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不是真睡的人叫不醒，为什么？因为其实真睡的人是睡饱了，他就不会再累了，就会醒了。但是装睡的人是醒的时候还装着睡，所以他基本上是24小时的，是叫不醒的，是叫不醒的。他是全时间都在装睡，不管他有没有很累。保罗说，
当一切的事被公开出来的时候，真相就显露了。因为凡显明出来的就是光，所以诗中这样说：醒过来吧，睡觉的人，从死人中起来，基督要光照你们。保罗不但要我们活在白日当中，要成为清醒的人，更要我们在白日当中谨言慎行。他说所以你们的行为要谨慎，不要像无知的人，要像智慧的人，要善用每一个机会，因为目前的日子非常的险恶，因此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不要酗酒，那是会败坏人的，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篇、诗歌、灵歌对唱，要从心底发出音乐，颂赞主，向他歌唱，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各样的事感谢上帝。根据今天保罗的劝勉，在光明中的人应当是凡事感谢，不要诸事抱怨，借机行恶，就是那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人前人后所言所做，都要存着感谢的心，以光明的生命来对上帝献上赞美与感谢。诗篇75篇，上帝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宣扬你的伟大，述说你奇妙的作为。上帝说，我已经定下了审判的日期，我要以公道施行审判。虽然地和地上的居民摇摇晃晃，我要使地的根基稳固。我叫骄傲的人不要狂妄，我叫邪恶的人不要傲慢，我叫他们不要夸张，不要再狂妄自大。审判并不从东方或是西方来，也不从北方或是南方，审判是从上帝而来。他判某些人有罪，某些人无罪。上主手上拿着杯，杯中盛满他正烈的烈酒。他把酒倾倒出来，邪恶的人都来喝，直喝到最后一滴。但是我要永远宣扬雅各的上帝，我要不断的歌颂赞美他。他要粉碎那邪恶者的权势，他要加强义人的力量。感谢主赐给我们亮光，使我们也有福气成为光明之子。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上维持光照底下的生命，成为世界之光，活出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